4月7日，北美洲会出现天狗假日的天文奇观。即摆若准是无看到，落尾就要等到2044年啊。所以有真侪人已经开始咧抢位，其中有一个住伫咧美国德州的民众，已经伫全世界看过20摆的天狗假日。看到真惨白的日头，去互月亮映早咧，天看到暗暗，像要暗嘛共款。4月7日，墨西哥甲北美的天顶会出现天狗假日天文的奇观。这个天狗假日持续的时间会比2017年更较长，涵盖范围更较宽。这是这7年来这地区头一届发生，嘛是北美地区2044年进前上尾一届天狗假日。Everybody in the contiguous United States will get to see at least a partial eclipse where the moon partially blocks out the sun. 这届天狗假日会先出现伫墨西哥太平洋沿岸，再来是德州甲美国其他14个州，再来会出现伫加拿大。4月7日这一天，互真侪观众真是真期待。其中有一个住伫美国德州63岁，对天狗假日这个现象真有兴趣的人，雷特西亚。伊捌伫世界各地做过天狗假日20届。I've seen 20 all over the world, all 7 continents. Who knows what 7 continents? Yay! Did you know there were 6 oceans? I've seen 6 oceans too. 雷特西亚对天狗假日是真有兴趣，也个主持 podcast， 嘛去学校甲社区了解虾米叫做天狗假日。也若美加边境真出名的景点尼加拉水墙，有可能同一个时间约入来100万人。按算到时，可能交通会大塞车、手机啊、网络，甚至是紧急救援服务等等，嘛会受到影响，所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。公司新闻深度陪编译。